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Future Learning Lab。今天想和你分享一本今年3月剛出版的新書《The Win-Win Workplace》。作者 Angela Jackson 不是空喊口號的人，他是勞動力市場的專家，寫過哈佛商業評論，也在哈佛大學教過書。他在這本書裏提出一個觀點，讓我特別震撼。當員工過得好，公司才真的能賺錢。聽起來簡單，但他背後訪談了超過1200家企業，挖出一個重要趨勢：企業正在轉向 Skills First， 也就是技能優先，而不是文憑優先。在這個趨勢裏，有一個關鍵詞叫 Stars Skills Through Alternative Routes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那些沒有走傳統4年制大學的人，卻能透過其他路徑練出硬本事的人。比如，有人在創業公司裏從零開始磨出了比 MBA 更實用的能力；有人在軍隊裏服役，退伍後帶住一身團隊管理和專案執行的能力；也有人靠自學 AI 編程、剪輯，硬是闖出一條自媒體賽道。這些人雖然沒有光鮮的學歷，但技能比任何名校文憑都更能解決真實問題。書裏提到，像沃爾瑪、谷歌、摩根大通這些大公司已經公開推動 Skills First 的招聘方式，不再卡死學位門檻，而是看你能不能解決問題。這背後反映出什麼？在 AI 時代，知識早就不再稀缺。你想學什麼，隨時都能在網上找到課程、影片，甚至讓 AI 直接教你。所以知識本身已經不值錢了，真正值錢的是學習力加解決問題的能力。換句話說，學歷光環正在慢慢退去，未來10年能夠靠技能、靠行動、靠自學站穩腳跟的人，才是這個時代真正的贏家。這本書給我們的提醒是，不要再迷信一張文憑，而要開始重視你能不能快速學會一個新東西，能不能把它用出來，解決一個真問題。因為在未來，技能才是你真正的護照，學習力才是你最大的資產。那這跟我們的教育有什麼關係？其實現在香港的很多學校還停留在死記硬背的模式，孩子一個月才寫一篇作文，老師只改錯字，卻不教如何思考。這樣的學習方式只會製造背得快卻不會用的學生。但是在 AI 時代，孩子需要的是另一種能力，會提問讓 AI 幫自己找資源，會分析分辨資訊背後的邏輯，會應用把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方案，這才是能讓他們未來走得更遠的核心本事。所以這本書的出現，其實給我們一個提醒：學校的重點不該只是把課本背下來，而應該是教孩子如何學、如何用。AI 不是敵人，而是放大孩子學習力的工具。真正的風險不是學不會課本，而是學會了卻不會用。未來10年，只有那些能和諧合作、能快速學習、能解決問題的學生，才是這個時代的贏家。